我可以说，OK，说中文是吗？就是这边的，he's filming me and 就是这边的东西真的是好漂亮。连下面的衣服设计的也非常非常美。我其实没有太多期望，但是看到这边的东西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比国内的衣服还要漂亮，就很有设计感，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同时，看起来很舒服。如果不是我自己衣服带太多的话，我可能就会在这边买了。真的很漂亮。这边的话还有很可爱的小衣服，还有这边是秋天穿的衣服，非常保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然后这边是我很喜欢的，如果我要是，我真的好想买一点，真的好美啊。You can walk. It's okay. It's okay. Yes, yes, yes. You can walk like me. Oh, okay. Yes. Yes, yes, yes. This is so gorgeous and so beautiful. This very chic, right? Okay. In Chinese, please. 就是很漂亮，非常非常的时尚，非常有设计感。这个鞋子也Can you continue, please? This is what Chinese language you are speaking? Cantonese or Mandarin。 Mandarin? Good, good. 这个钱包，我有点像模特一样。这个钱包也好可爱，就是这边是开口的，但是放卡的就是很合适。这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卡包，这些卡包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可爱，很精致。而且在这边的话，最不用担心的就是这是真皮的，因为这肯定是真皮的。看看有没有钱包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这个就多一点。然后因为你这边的话，它下面有开口，所以这边就会有零钱包在，摸的时候就很舒服。我们看一下价格，这个是28000，但划下来的话是不到100人民币。这个价格能买到一个这样的钱包，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应该是一个。是个啥？Is this a bracelet or a necklace? Like How you can use? Yeah, that's your choice. oh， Yeah, how? Yes. 就是你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的东西，就很有波西米亚风的那种。这样浅浅的一带，就很有质感。这个很可爱。Би ч өөрөө энийг ингэсэн хүн баггүй юу. Зайсан гээ орой чинь урдлаар нь тойрж байгаа 600 шатаагаар өксөө дээшээ гарч барайндаа орчод яг буцаж тавшаа руу хай. Дээшээ гараад яг сарыг би хийжээ. Түрүүч хийлгүүлэхдээ шатаа дээшээ гарч буцаад дуусах хавийн就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很有这个。夏天戴的话也很合适，冬天戴的话也很合适。对，这边小鞋子，我刚才想说，这个小鞋子也有眼睛哎！我还就是刚才我自己在录视频说，如果我要是马上要有生孩子的朋友的话，我就想戴一双，因为真的很可爱。然后，这边的靴子的话也是，它有这个粘度的，也是就小朋友穿就很可爱。OK， 很多年以后如果要放着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这个靴子，这也是皮的，这个就很有质感。这个的话就很帅呀，那种在冬天穿很有意思。这个的话就是非常有民族风情。
就冬天穿的时候，你想想，就只穿着红色的帽子或者黑色的大衣，就非常可爱，也非常夸张，真的很可爱。然后这个节目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它这边是小配饰，然后这个鞋我当时是一眼就看上去了，你看这个其实跟有些牌子像 Charles and Keith 那种拖鞋非常非常像，我感觉看起来做的也挺舒服的，它包括这个底下它是有脚跟这边有凸起，然后摸起来是非常软的，就是应该不会硌脚。设计的比较巧，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并不会说是很。这个的话，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的配色，就是我个人的话，我会穿这个去很多地方。然后这边是这是 Creative Gallery 是创意画廊，然后这边的话会有各种各样，就是我其实因为我是要住在这个主人的家里，但是我是自付钱的，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它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手工艺品，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地方。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手工制作的衣服、皮鞋也好，这些项链也好，衣服也好，从设计从做都是自己做的。它也接受一些训练课程，刚刚就听到他们有人说有一些音乐的一个传统蒙古音乐的感受课程，还有在那边呢还有。是学传统文字的课程，对，然后这边是围巾，就是很可爱的荷包，摸起来很舒服。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同样的包吧？这包有点小，但是。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有机的就是蒙古自产的这些营养品，像这个话是蒜，这个话是核桃，这个的话是山楂，这边有蓝莓，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有很多都是自产的，挺有意思的。然后这边的话是有这边是自产的蜡烛，还有自产的工艺香皂。先说蜡烛，就是这个蜡烛它里面就是跟国内很多的这种工艺蜡烛一样，它是有纹理的，是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图案。然后这边的蜡烛的话，就是放在里面，我闻一下都很香。然后看起来也很可爱，闻一下是不是有不同的味道？是不同味道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更可爱了，这个是手工做的小肥皂，然后这个肥皂的话，你看它这个柠檬还在外面，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味道。这是玫瑰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这个的话是黑白的，看起来就很可爱，然后我会觉得尤其是那种现代感的酒店里面放一会儿的话，就很有设计感。然后这边是一碧岩，也是挺漂亮的，也是有味道的。然后这边有散装的浴盐，然后还有一些香水，里面的话还有一些就是涂身上的油啊，羊油啊，还有羊膏啊。我其实想买这个，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然后这个是我当时一眼看上，我很喜欢这个配色，这个设计，它是这边有花纹，然后它底下的话也是有独特的图案和配色。这个的话也很可爱，就是你们可以在这个切面看到这个花，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粉色，就是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调出来的，挺厉害的。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这样的涂色作品，然后有比较传统的，也有一些就很多是卡通的，像这种应该是杯垫吧，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是传统蒙古的，因为你看它这个人的画法，就是在世界各地，我到现在是没有看到过。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蒙古自己出版的卡通，就非常的缤纷多彩，非常的，我很喜欢这个，你看。然后这些的话就是，它是应该是那种，哦，这个是磁石，对，是可以吸着的，可以吸在冰箱上面的。然后这是骆驼，然后质感的话应该是那种，就是包装盒子的那个白色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styrofoam。然后这些有各种各样的涂鸦乐品，就是给小朋友的，那个门夹了，然后这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涂色的，非常非常缤纷，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种不仅仅是巴黎岛或者是印度台，然后这边有 of course 马头琴，这个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0块钱，马头琴真的是挺贵的。你看它这个嘛，就是价格越高，它做的是越精致，然后包装也是挺有特色的。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应该是放在餐桌上面可以当，有就是像餐布一样，是它不仅有卡通的，还有一些其他图案的，就是看个人喜好吧。主要是看家居设计，这个的话就是适合比较现代一点。底下还有更多，比较厚一点。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具有政治和民族情感的这些放灰，然后里面有书，有一些图册，还有七角板，这些也是更多的书，有比较可爱的蒙古啊。里面东西也是装的满满的，把门打开，里面有炉子，有桌子，有屏障，还有床，就是真的是像一个家一样。然后这边的话是我最喜欢的，是围巾，就是我一眼看上的是这边的，就是它的颜色设计配色还有动作，就是在国外买围巾我可能都买不到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有看那种Paris luxury cashmere 那样的话，他们都可能没有这么漂亮、这么丰富多彩的颜色。这个摸起来就像一朵云一样，真的非常舒服。然后这边的衣服的话是冬天的衣服，也很有设计感。它不是，那比我想象中的要棒太多。你看它每一件的话，它的形状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大衣，都是剪裁的话，有很多蝙蝠款，有很多宽松的，就是很适合那种里面穿的薄薄的，然后外面穿一个这样的，就是很轻松的搭着，非常休闲的一种。把这个放下。然后这边的话是。You want your name to be written Yes. by the script? Yes. Could you like Guo or Ziting? Ziting, Ziting. Okay, 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试一下。它是有毛有皮，然后主要是这个墨绿色，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墨绿色，它这个拼接的话就很有感觉。然后这一件我也很喜欢。这个它也是更多的渐层色，大地色，这个摸起来很薄，你看它又有披肩的质感，它就是一个其实是衣服加披肩，但是它又加了披肩，其实很暖和。这个摸起来的话也是毛不扎手，非常舒服。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跟 You can wear.
I can show Yes, people. you can. Okay. Yes. I'll be modeling for them. нэрийг Монгол бичиг бичлээ гэж байгаа. Энэ нэрийг наадмынхаа нэрийг Монгол бичиг бичлээ. Нэрийг Монгол бичиг бичлээ гинэ. Тэг би багш тэлээд өгч нэ. За. I'm pretty sure I like it without even looking at it. Mirror. Хайрхан бол юм байна. 1 second, please. And I want to be on this video. Okay. Yes. Thank you, Che. Your name is Che. Yes. Che. Yeah. And thank you.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Che because she introduced this our creative gallery to you by Chinese language, Mandar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It is so great because I can't speak in Chinese, but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good luck.